经济部的靠岸灾害应变会议伫11宣布讲，除了桃竹苗、台中以外呢，又搁在增加着嘉义、台南，也要实行深夜减少水压的措施。不过明年的早冬稻啊，敢要停止引产到大，也拢也未决定。那农民困了，连蚵仔业者也唔知要安怎准备。收切仔的车伫田内底开始要来收日期种植的切仔。早冬蚵仔需要用的切种，农民嘛要开始准备，只是因搁咧等靠岸中央灾害应变中心宣布明年早冬是毋是要来停管？早宣布阮切种都收较少啊。卖采种嘛是上款拢爱收转来。嘉义县蚵仔一季的栽培量大约有900多万张的蚵盘，如果早冬确定要来停管，蚵仔的数量就要来减少，到时阵嘛一定会影响到早冬切仔的收成。转来你也无水通迄落吼，无水通捕吼，遐切种拢卖伫市面啊，卖市面就了钱啊，迄100斤拢了才200块左右。靠岸中央灾害应变中心伫11号的会议决定，嘉义甲台南地区11月18号开始，水情顶河改做减压供水的园丁。台湾自来水公司地国区管理处表示，减压了后，会伫地势较悬或者是水压较细的所在，提供水车甲供水站。那目前嘉义县市的一个每天的用水量大概有30.5万吨哈，进入所谓的黄灯，水情就会转到黄灯，那就会做一些这个夜间减压的这个动作，那主要就是来做这个看看港。因为靠岸的情况虽然未先用水要来减压，但是农民搁较烦恼明年早冬的切仔敢有法度来捕。蚵仔12月初就要来准备啊，希望政府最后的决定会用赶紧出来，莫互伊唔知影续来要安怎做。记者林慧婷，嘉义报道。